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6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看今年的台湾灯会，嘉义县主办是办了真成功。昨最后一天是有够侪人，交通车加班，人阵油罐是消袂起。多民众受讲改坐计程车所当着运将是乌白化价，嘛提醒观众朋友，若有类似情形，会当收集证据提出申诉。舞台区人会人，台湾灯会上尾一个礼拜，真侪人趁上尾机会来看灯看表演。美食区也达拢生意真好。台湾灯会今年伫咧嘉义县政府头前的广场办13天的登记上尾天，除了精彩表演吸引人众，台湾馆也有主题灯区拢人会人，有约拢满啊，排队至少要排30分钟。看到那一种台湾的感觉啊，那种什么玉山啊、嘉门府啊，真的很有感觉啊。我觉得这一次哈，那虽然排2个小时哈，我觉得非常有价值。走去马里欧那边，也是要满出来，我也是挤不进去，要拍照都很难。光要跟那个什么马里欧这样子拍照，就要排了200分钟以上了。人多就惊讲会发生危险。嘉义县长王忠良14号伫社群媒体希望民众分流，也未出门的礼拜才去。虽然县府的接驳车要交费班次疏运，但过拢要排真久。若想要坐计程车，煞拄着用化价。本来去的时阵一台车200，转来时阵煞变做一个人就要200。那一家伙啊，4个人就要800块，有人要规径行。差了200块左右呀。看有他车无他车，无他车可能就较少。要车票，车票快哦。在你迄一个囝，伊遐关2-3点钟。哦，有意思，他车就是啊。灯会离高铁站差不多3公里，若用行至少要50分钟以上。有一寡计程车运将趁机会用化价，无用跳表收。验过安尼已经违反公路法加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坐车民众会当收集证据申诉。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灯会人客人，在嘉义县政府，逐工是请将近300个工作人员负责摒扫。不少民众拢讲，这届环境是真正有较清气，连便所都无臭味。环保人员摕夹仔伫灯会周边，哪顺哪捡涂骹的垃圾物仔。灯会现场内底嘛有人塞粪扫车沿路捡涂骹的粪扫。伫嘉义举办的台湾灯会，工作人员讲，假日的时阵天气好来参观灯会的人就多，粪扫嘛多。对环保人员来讲，时间愈到暗时，要摒粪扫会愈困难。粪扫较歹捡，有影要捡，人客人需求无法度拾啊。那个饮料罐，还有那个麦当劳那个很多部分人呢是唔敢白配啦，是分咱泡拢会达。除了会场的环境以外，今年伫灯会会场计共有900间的便所，拢有请人专门咧摒扫整理。嘉义县环保局就指出，为着要维持民众来台湾灯会的体验，逐工有将近300位的工作人员，唔但负责所有灯区的卫生甲环境，阁还来处理粪扫的分类甲回收。游客普遍感受到这摆灯会环境加舒适。路上也会看到很多环保的人员，就是随地捡拾烟蒂啊，或者是垃圾，所以整体逛起来非常的干净跟舒服。每一次去上的时候，我都发现他们卫生纸不仅补得很满，甚至连厕所都是香的。然后这一点让我觉得很惊艳。环保局表示，为灯会开放到单，一天上少拢有3吨以上的粪扫。若是假日天气好的时阵，爱处理的粪扫甚至就有10吨以上。不过民众黑白担粪扫的状况无济，这唔但减少工作人员的负担，嘛互灯会现场维持真好的环境。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关心天气，因为辐射冷却影响，今白地上低温伫咧新店县西，干那9度半，咱来看温度。今仔各地拢是侪云好天，敢若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山区、恒春半岛会落雨。新竹甲苗栗地区透早是11度至13度，其他地区低温是16度至18度，高温会到23至26度。早暗的温差大，嘛提醒观众朋友爱特别注意。这礼拜全台湾温度回升，拜是风面搁到北部东半部的雨水较济，天气嘛较凉冷。另外，伫咧昨基隆外海嘛发生规模5.4的地震，气象署就提醒讲，未来这几天也可能有4.5至5左右的地震尾。
这礼拜5就是24节气当中的春分，代表日时甲暝时白久。春分过了，日头就会愈来愈长，天气也会渐渐烧热。气象署指出，拜2到拜3各地气温回升，不过早暗温差也是真明显。拜4锋面豆豆瓦近，东北季风有小可变强，北部甲东部都要注意落雨，气温也会小可下降。这段期间天气变化真大，更较需要注意大风对交通的影响。从明天一直到大后天这段期间，在台南以北是有一些雾的情况。那清晨的辐射冷却的那种雾，18跟19号，金门跟马祖低云或局部，还有20号的清晨，在中部以北也会有一些雾的情况。除了天气变化，予人沙无涨，地动也予真侪人有感觉。15下晡4点14分，宜兰外海发生规模5.4的地动，深度是23.2公里。这场真浅层的地动，上大的震度是花莲甲宜兰4级。气象署判断原因甲板块小克有关系。地体发生一个弧后扩张、一个张裂的一个现象，那这也是说我们这一起地震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实，在这个区域，本来就会有很多像这样类似的这样的地震，所以民众其实可以不用过度紧张，但是也要随时做好我们的一些防震的准备。气象署指出，除了花莲甲宜兰以外，包括双北、桃园、南投、台南、高雄等等，全台湾18县市拢有感觉。这阵地动甲15发生伫宜兰甲台南的头3届的地动，发生的原因是无关系，这是独立的事件。判断地动发生未来3天，可能会有规模4.5到5的地动尾。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几件交通意外，昨天伫高速公路3号的重大车祸，台中部丰路段一台这半拖车弄到分隔岛了后，是规台车车头连人摔落去桥骹，驾驶是当场死亡。因后壁佫对一台发财车，佫对这车尾甲弄落去，驾驶送医。事故的原因是佫爱调查。事故现场是乱糟糟，车道主线四个拢是车的零件甲碎片，就知影讲当时拢甲真大力。警消人员先甲小货车受伤的司机送病院，抑过拖车的司机甲车头是拢落去桥骹。消防人员摕破坏器材，甲这护栏锯开，伫桥骹找到拖车的现场的司机，抑过因为伤势严重，当场已经死亡啊。事故发生伫15透早3点外，国道3号上北211.8公里所在，台中雾峰往太平路段。警方调查，现场的司机开拖车，先是去弄到分隔岛，车头落去16层楼的高架桥骹，因后壁小货车敢若无注意，过去弄到这车道，司机掉伫车内。银半年以晃神自撞潮化线中央分隔带，该车板架脱落于车道，一部自小货车疑未注意车前状况撞上板架。另外，伫这个苗栗县3湾的平安大桥，这是下晡也发生机车甲汽车弄到，弄甲是真大力。救援人员也赶紧来救人。开车的一个女孩子，应该带2个小孩子，下来就是有去看她了。我说我救护车跟你叫了。警方初步了解，当时38岁这姓的查某人开车经过县道，伊离树饼线甲平安大桥路口时，甲对向才被倒越70岁姓林骑车的人相弄，弄到了后倒伫涂骹，拢袂顶袂当。送医抢救了后，也是不幸死亡。检测黄女酒测值为0，亦无毒驾事件。那仍然送医后不治。警方初步排除这姓的查某人有啉酒甲食毒赛车，也这2条事件造成事故原因甲责任，也等待后续进一步来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左营，伫拜5是一台车驶伫咧民族1路去弄到安全岛边车，这驾驶人抓浪港去，过1点钟了后，才去警察局来自首，共款是向验到食酒赛车，以上发办。内底无人啊。高雄市民族1路这条重要干道早暗车是真多，13方面罕见有封锁线封车道，因为一台深色自小客车弄向分隔道了后，4点变晴天，道道会烧起来。可是听到声音，然后跑出来就看到车子就翻倒了。啊，是怎么样的声音？就嘣一声很大声。大声。哎，对。啊，讲有起火嘛？哦。对，没错，有起火。好在在边就是消防队火势第一时间拍火，暗部车自动了后，驾驶就逃离现场。1点钟了后，才到警局自首，被测出酒精浓度超过标准。
警方巡线查获驾驶蔡姓男子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函请桥头地检署侦办。警方将驾驶照公共危险罪上班，就后赛车行为过犯高调考驾照。另外，伫金埔区发生死亡车祸，14透早伫金埔区定关路有骑机车人经过时阵，互一台自小客车弄着，机车骑士含着昏迷，送医抢救1点钟，也是救无倒来。双方经实施酒测及抽血均无酒精反应，初步研判为由男驾驶自小客车路边起步未礼让行驶中之车辆导致肇事。警方表示，双方拢无就后赛车，疑似是自小客车驾驶无让行驶内底车造成车祸，依照涉嫌过失致死罪上班，搁请司法上验来调查清楚事故原因。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南投，这拜六是有一架无牌货车，警察要甲查煞拒绝配合，吹油门搁弄警察车，一路是对高速公路6号冲到3号啊，最后是失去控制，这驾驶互警察拖落来，饲伫涂骹，验出吸毒赛车，移送法办。头前的蓝色货车一直加速往头前冲，警车伫伫后壁，也毋过货车完全无要停落来，一路黑白弄，也几啊摆要冲撞警车。警方表示，14早起大约11点接到报案，一台蓝色货车无挂车牌，警方出动拦查，也毋过货车无愿意停车受检，直接加速逃走，为南投埔里爱兰交流道驶上国道6号。警方一开始伫国道设置拦截点，也毋过互货车冲浪，警方一路带到草屯，也毋过货车搁冲浪第2个警方拦截点。警车一直的货车搁掠到国道3号台中雾峰路段，直接超车砸落来。后面停车！也毋过货车搁一摆冲浪警车，也毋过一摆伊家己也失控，警员随伊压枪落车包围货车，搁顺利将货车驾驶细车嫌犯拖落车，压制伫涂骹。初步实施唾液快筛的结果，那毒品安非他命也呈现阳性的反应，涉嫌疑似毒驾。那谢贤拒绝拦查并冲撞警车，也严重妨害公务，并涉及危险驾驶。那后续将依公共危险以及妨碍公务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细车嫌犯落网了后讲，因为无驾照也无挂车牌，才会拒绝拦查。也毋过除了毒驾照外，警方也会调查细车嫌犯敢是也涉及其他刑案。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看《中国时报》。台北市长周万安讲要摒无分城市，毋过照这中央的规定，伫咧室外袂当做规景的食饭空间，就一定要通风，袂当封起来。卫生部即马态度有放软，讲只要确保公安避免火灾就会准。再来是《自由时报》，内政部公布加强国土安全论性措施的补助标准，地方政府防救灾紧急卫生设备乡镇防灾协助中心，每一单位会当补助101万，乡里会当补助15万。最后是《联合报》，美国总统川普表明，讲伊朗已经愿意坐落来谈判，不过伊无赶紧要达成协议，讲若伊朗暂时搁再发动攻击。总除非在美国甲以色列停止空袭，若无就要继续攻。伊朗嘛继续来提出警告，讲爱阿联的3大上港的人员爱赶紧撤离，这波斯湾的国家随着遭受到新一波的攻击。这美国总统川普嘛表示讲，希望众盟友会当做伙来派军舰去保护这荷姆兹海峡的安全。不过德国已经表态，因无想要插手。巴林15个月时，警报声直直弹，刷落空袭倒来。阿联通报有飞弹攻击，爱民众去安全的所在避难。沙烏地阿拉伯國防部表示，首都利雅得甲東部地區有炸到而且毀掉10台無人機。前一天，伊朗才呼籲阿聯3座主要的港口趕緊疏開，講遮攏有美軍的卡掠，所以會發動攻擊。這也是頭一屆針對附近毋是美方駐守的所在發出威脅。根據伊朗國營媒體報道，伊朗聯合軍事指揮部禮拜發表聲明，講敵人使用仿的伊朗無人機空襲附近的國家，而且甲罪算佇個德黑蘭頭殼頂。ראש הממשלה אומרים ברשת שאתה בכלל מת? אני מת על קפה ברגע זה, אבל עושים דברים מכים באיראן חזק מאוד גם ביום הזה, גם בלבנון, ממשיכים. אתם אומרים לי להמשיך?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15出现伫一间咖啡厅，因为传出伊伫伊朗的攻击当中已经死亡。根据伊朗官方的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声明，就抓要抓纳坦雅胡。以色列军方表示，伊朗当天有甲以色列发动新一轮飞弹的攻击，特拉维夫街仔头有一粒小型的炸弹崩落来，佮散开，击到真侪所在。יש לנו תוכנית לחימה סדורה ומתוכננת היטב. יש לנו עוד אלפי מטרות באיראן, ואנחנו מייצרים מטרות נוספות מדי יום. 针对美国总统 Trump 呼吁盟友派军队帮助确保荷姆兹海峡的安全，德国外长瓦德普尔表示怀疑，讲伊袂参加。英国首相施凯尔分别甲 Trump 甲加拿大总理卡尼通电话，施凯尔甲 Trump 针对重新开放荷姆兹海峡、结束全球航运中断的重要性进行讨论。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国际上紧来看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拜六甲因的查某囝金主爱做伙去看德国火箭炮的试射。这媒体是报道讲，是为着要保护南韩甲美国联合军演。因美国即马当咧无用这中东的战术，到南韩民众惊讲北韩会趁这个机会拍过来。北韩官媒北韩中央通讯社所发的影片，看到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甲被认为是可能的接班人金正恩的查某囝金主海，14、47、12粒口径600毫米的导光火箭炮试射，并且讲射中率是100%。在此之前，川普则伫咧北京甲南韩的国务总理金明锡会谈20分钟，并且讲真有兴趣甲金正恩搁再会面。不过，北韩也是正罕见伫东海海峡发射超过10粒飞弹。韩联社报道，南韩甲美国正伫咧举行联合军演，所以北韩的试射真可能是武力试飞。这也是北韩今年第3遍试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讲，一粒敢若是导弹飞弹落在日本的经济海峡以外。不过，有关详细情形，怎么也搁伫咧调查。これを受けて、私から書簡を通じて、アメリカ、韓国等と緊密に連携しつつ、情報収集、分析に全力を挙げること、不測の事態の発生に備え、引き続き警戒監視に万全を期すこと、そういう指示を出したところです。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講，北韓前幾天對韓美嘅2度軍演有提出警告，講南韓會拄到可怕嘅效果，互南韓嘅民眾真擔心。有人講，這嘛拄好是美國、以色列甲伊朗之間嘅衝突，擔心金正恩會趁機會攻擊南韓。 내한테면 나도 가만히 있어. 너 죽고 나 죽고 하는 일이지 뭐 그거야. 그래서 이번에 한번 보란 듯이 그렇게 미사일을 쏜 것이지. 뭐 다른 거 있겠어요? 不過南韓嘅民眾有人認為，不管姿態放緩嘅，北韓絕對袂有任何回應，而且發射導彈會回應講是要自我防衛加控制人民嘅方式。公司新聞新樂配編輯。 斯瓦蒂尼王国已經正式來發出邀請，希望咱總統賴清德去參加因的國王的生日慶典。咱的總統賴清德敢會出訪，這是引起各界關注。總統府表示，目前是也當咧評估。總統會親自跟斯瓦蒂尼國王說生日快樂嗎？ 咱伫會朝會去友邦史瓦蒂尼，國王恩史瓦蒂38歲生日加加冕40周年慶典。咱外交部正式已經收到邀請，總統賴清德成軍了後，加拿大自2024年11月訪問太平洋友邦阿薩爾圖瓦魯甲帛琉，期間過境美國夏威夷關島，這擺是不是親身去公告友邦，真受關注。非常謝謝邀請。那因為這個既定的程序當中，外交部會做充分的評估，那有結果的話，也會再向總統進行報告。咱甲史瓦蒂尼王國為1968年9月7日建構，邦誼超過50年毋捌斷過。現今國王恩史瓦蒂3世毋但真濟擺訪問台灣，咱歷任國家元首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到蔡英文，攏親身去訪問過。去年中國企業團出開42億代表，摕到當地起水壩工程合約，是要透過經濟影響到達滲透史瓦蒂尼政治。 那个水坝的计划，那个是国际的哈，那个是包括国际银行等等哈，所资助的一个计划啊，并不会影响我们的邦谊。那我们在史瓦蒂尼透过龙邦计划啊，也推动他们现在除了医疗教育哈这些能力建构以外，特别是着重这个一个产业创新的园区。 台灣美國史瓦蒂尼3月11、12也伫四國共同辦研討會，外交部強調台灣作為科技島，一直協助史瓦蒂尼承接基礎社會建設，促進科技應用，降低因的青年高失業率，就是希望咱非洲友邦能發展成做數位化國家。記者綜合報道。
国际上的大代志，做伙来看世界。古巴中部城市目前因为欠粮甲停电，民众是大规模抗议，甚至有人是冲去当地共产党大楼内底抢劫，尚无5个人向逮捕。这摆超级央行周，这是自美国甲伊朗开战以来，全球主要央行头一届例行会议。不过目前国际油价欠悬，市场拢惊讲这通货膨胀恐惊愈严重，所以料算这届这多数央行的利率会维持不变。南华早报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伫咧3月底，伫咧九州关莫岛的建军基地破下日本改良型地对艦飞弹。继续来看，咱总统赖清德前几天在参加活动，所批评当年的国民党政府对台湾人是比日本人更较歹。这言论是引起争议，国民党就随着批评讲，这赖清德是咧分裂社会，也民进党是反呛讲，那也是利用这政治宣传来乱改历史。国民党政府来到台湾之后，对待台湾人民，比殖民统治的台湾，比殖民统治的日本。对台湾还要差。总统赖清德参加活动，致辞时阵讲，伊认为台湾进行的历史，统治者的心态拢无伫咧台湾，也特别讲国民政府来台湾是把台湾当作反攻大陆的跳板。赖总统的讲法，和南亚强烈批评。殖民主义和2次大战是台湾人心中的伤痛，也是国际社会的伤痛。赖清总统不应该美化这一切，身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应该要促进团结社会，而不是一再撕裂社会。今年是总统直选30周年，南亚认为，身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应该爱团结社会，也认为才有感恩的心，因为是国民党收掉台湾，才有要爱总统直选。对南亚的批评，绿营是无认同。我就问，如果国民党这么相信民主法治，为什么等到1996年才愿意开放总统直选？如果国民党这么在意台湾，为什么要在台湾实施长达38年的戒严高压统治？绿营认为南亚是用政治宣传改写历史，认为二战了台湾的命运不是某一个政党救来的结果，因为台湾人民真正经历过的是228事件、白色恐怖加38年的戒严统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年底选战，新北市到底啥人要出来选？哪甲北合作是也未超好势。李树川甲黄国昌到底是要合作，也是要小对拼？黄国昌是表示讲，已经有甲地理文交换意见，会个进一步来讨论。我知道，我弄得很好呢哦，我也谢谢你。民众党新北市长参选人黄国昌带伊的好朋友馆长陈之汉参观竞选总部，也再一遍讲到伊的市政愿景。不过，若被前一天共同政见发表会，也无讲到两党做伙杀县市长连选机制。对政党合作协议的进度，伊讲有甲国民党主席陈立文交换过意见。台湾民众党，我们有3位代表，那我们也在等中国国民党那一边的3位代表。那快的话，可能明后天就会先见面。那针对我们已经大致有讨论过的一些内容跟框架，再进一步的把它具体化。第一个就来泰山，我常常讲我拢讲对啊，唔是讲麦克风的，所以为啥会晓讲话啦？吼，就是真搞这代志吼。在接受国民党定奖了，李树川开始以新北29区下乡的行程，在社群平台铺设第一站泰山。也若根据美丽岛电子报上新的民调，那新北市纳入北三卡都，苏卡会是35.7%支持度领先，李树川32.1%，黄国昌只敢拿9.8%。不过若是纳北做伙上李树川是39.1%，赢过苏卡会的38%。非常感谢所有乡亲的肯定和支持。那经过了这样500天之后，其实我自己都可以感觉，在地方上大家对我的认同、对我的热情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高。那这真的是靠着一步一脚印这样累积下来。在选前走第一的苏家慧对那北合无加做评论，只敢讲伊会继续努力提出伊的政见，争取更加多新北市民的认同。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统计，今年消费力的前3名是中国、美国甲印度，因为咱台湾的经济规模大约是2兆美金，伫咧全世界排21名。这么细菜市啊，若看到假日个建起来，这一项买起来，逐项拢变贵，落地啊强要碰壁。
根据加拿大媒体时价资本报道，用国美的评价来看，台湾伫全世界排21名。因为它是慢慢涨啊，它无什么差啦。有涨一些啦，但是没有涨很多。对啊，涨是正常的因为就不是我们要生活嘛，摊贩也要生活。外国媒体报道，若是用国美的评价 PPP 来算，估计今年全世界经济产值差不多219兆美金。中国43.4兆美金排全世界第一，过来是美国、印度、俄罗斯加日本。台湾2兆美金，全世界排21，亚洲排第8。PPP 的计算方式呢，并不包含所谓的把这个房价算进去，所以说呢，在这个食衣或者是通行方面呢，台湾的确相对欧美来说是相对便宜的，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我们的数字呢可能会有一个所谓膨胀型资产的这个概念产生。整体的经济成长很有实力，央行在过去几年来控制国内的物价呢，成果丰硕。专家讲，对于国美的排名来看，台湾在控制物价方面成果袂歹，因不央行在19要开第一季理监事会议，大家等你看利率决策是不是会调整。传统产业它也比过去面对这个对等关税的一个情况之下，有来的比较好转一点。我们也没有去降低利率去刺激经济诱因，我们的利率维持不动。专家认为，即马国际上一个中东战争的变化，咱政府是用吸收油价起爆来控制物价起价，而且即马国内通膨率无到2%，预计这边央行的利率决策会维持连续第8遍未震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一个查甫人，因为食无头路，顶礼拜去这朝阳科技大学，趁这3个大学生咧摒扫时，甲人的皮包啊捡去，佮偷摕人的信用卡去黑白路。警方事后有抓到人，也查到这个人，佮另外牵连出22案以上法办，犯因是裁定羁押。警方甲4个查甫人带登去学校的查甫便所，发现伊家偷摕来皮包啊，拢放伫个粪扫桶内底。这查甫人随后带往警察局。这个29岁4个查甫人平常时无头路，这个月初10伫台中的朝阳科大，趁学生伫学校的走廊摒扫时，甲放伫个公共所在牌包拍开，偷走3个学生的皮包内底现金。因来其中一个学生因为用伊的生日失水提款卡的密码，互破解的盗领93000外块。警方13伫西屯区的洪家商区抓到这4个查甫人，并且甲钱抢出来。进一步清查发现，伊也牵涉侪层学校内底偷摕案件。黄贤于本市多起校园窃案，共计22件，本分局报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让吴检察官指挥侦办。警方讲，4个嫌犯对今年1月开始就牵涉22件校园的偷摕案件，范围包含5间大专院校，其中也有这个月初7逢甲大学的盗领案件，招5个被害人，其中有一个学生也互偷领10万块。对，然后那时候大家都在拿自己的水壶喝水吧，然后嫌犯就穿着像打排球的一样。然后混入我们人群之中，然后我们就没有发现那个人。我活动结束后看手机才发现钱都被盗刷走了。就是有时候在上课的时候，然后上一半可能不知道去可能去外面上个厕所之类的时候，会看到其他人，但是不是学生这样。然后就会想他们要干嘛。警方先后依照窃盗罪嫌加4个查甫人以上检方来侦办，检方核实了后，向法院申请归押核准。国校讲，有大学时学校拢开放，除了会加强学校内底巡逻，也会加强同学的安全宣导。警方也呼吁除了贵重的财物卖离身以外，也要避免用生日也是连续的号码当作密码，并且要无定期来换密码，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花莲玉里的安通温泉野溪浸卡池，因为无开发的许可、无水权，也有民众非法占用，公所是决定自4月开始要断电处理。天气冷，机浸伫安通温泉野溪的户外浸卡池，真正是一大享受。也毋过，即马乡公所因为考虑水权一直申请未过，再加上有民众非法占用，所以会伫4月初1起关起来，互爱浸温泉的民众怨叹可笑。大家都很反对了，大自然的东西毁掉真的很可惜啦。因为等于说，像他们这里在地的原住民，他们每天都来泡啊，对身体好啊。这又没有什么危害、什么危险性，我觉得很可惜啊。公所表示，1991年设置的3座
金卡伫属于高滩地，因为一半伫香水区内。伫2005年温泉发上路了后，开发许可甲水权就一直申请未过，为着避免行行政处分，才会决定4月初1起断电。高评估屯培也是铁路设施的可行性。第一个，因为这个池子现在不但是违法的供电，第二个，池子是违法的建筑，第三个，违反了温泉法水量管制以及合法抽取的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战绩这边长期使用的这些民众，却把人家民众来，把人家赶，然后谩骂，产生了很多外地游客投诉到县政府。店长强调，三座经济的金家地屯备了后，未来会伫合法的河川流域设置新的温泉池，利用本泉带动温泉进入地内，避免因为有使用电力莫大，刷受温泉法规限制，也提醒占用民众，伪造文书、乱打广告等行为拢是违法，公诉绝对会依法办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坐火车这物件，若是落去放弃，过去是会当付钱，请代替甲这物件送去指定的车头，家己去领的。不过即马代替宣布讲，若是你的物件是爱冰爱冷冻的，也是讲这电子产品以后就袂搁送啊。台电宣布，从16号开始，未来像是手机、3C 还有需要冷藏的产品，未来不再受理回送托运到指定车站。失主如果想要领取物品，必须自己到保管区认领。代替讲无受理回送托运的物件，包括容器、讲喙、手机啊、平板甲电脑，或者是爱冷藏冷冻的物件，抑个食物嘛袂使。以前旅客若是无方便去原本保管物件的车站领，会使付钱申请回送，请代替将物件送去指定的车站。因果惊讲送的时阵会拍歹去，这边扩大无受理回送的清单，就要家己或者是请人去保管车站领。民众可能要透过很多其他方法才有办法拿到，所以就麻烦。民众自己遗失的，我觉得民众自己要去承担这一件事。代替讲，因一年差不多会捡到86000件民众落去的物件，上多是钱包、3C 产品、雨伞加部分间下。另外像容易歹去、食到一半的便当，若是无伫捡到的即天来车站领，代替伫当日营运结束了，一连规个单掉，代替也将捡到的物件登录伫咧为食物公告，互民众去查。送回了他指定的车站之后，他还是没有来领，这种情况蛮多的，所以我们这次的特别增加了旅客能够留下他的联络方式。代替讲，一旦回送的物件，若是送到指定的车站了，会免费保管2天；若是超过时间无来领，会收保管费。依照铁路法第53条规定，物件无论介绍关价，公告交领1年期满了，若是无人来领，代替就这项物件的所有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真侪想要减肥的人，最近拢咧讨论一种叫做是减肥车，这种用类似这糖尿病药啊做基础来做发展的新型疗法，有张护士就提醒讲爱注意，注意讲散落来了后，可能会出现气血较虚的情形。若要减肥，上好就找医师先评估。想要伫短时间散落来，就有不少人想要去做这真流行的减肥车。也不过体重下降，无代表讲瘦甲健康。台北市中医师公会讲，有患者伫快速减肥了后，出现月经无正常、落头毛，还佫情绪无好、精神无力，甚至女性的月经量减少30%到50%这情形。其实很多在使用瘦瘦针以后，它可能会有一些气血比较虚弱啊，就造成一些月经的紊乱、掉头发，或是使用太久了以后，有些肠胃的一些痉挛，造成一些肠胃的问题、便秘啊、胀气啊，导致说他觉得很不舒服的一些状况。胡瑞英中医师认为，毋拿体重数字顶面的健康，中医更加是看重这个气血是毋是充足，因为胃肠吸收若好，才有法度增加消化吸收，气血才有法度充足，代谢稳定，所来自然就有健康的整体状况。伫减肥顶面，中医甲西医的观点虽然无同，也毋过上介重要，依然是按照身体状况来找到家己上介适合的方式。如果从减重的观点来看呢，可以寻求比较健康的方法来我们做一个减重的一个管理。那如果真的需要用到瘦针的部分呢，最好能够在医师的监控底下。中医认为讲，若敢若追求数字的成果，无重视身体整体状况，时间一个久，恐惊付出更加大的健康代价。上重要是爱听专业医师的建议，莫让这个数字骗走你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
第二个消息来看，家己的南文县市的济公活佛是全亚洲上大尊的济公，有超过5公尺悬。正在庙方准备要把这济公换新衫，咱做伙来看卖。从中间这里。为着要替济公换新衫，家己的南文县市出动正10个人，大家做伙把这领超过60公斤重的神明衫搬起来。有人搭伫咧腿顶悬，轻脚细手，把神明衫摇过出；有人伫咧下面斗顺头看尾。前后开点外钟的时间，才替这尊亚洲上大、悬度超过5公尺的济公穿新衫。庙方讲，顶回济公换新衫已经是10年前的代志啊！真感谢台中的友公，不惜重资，把济公定做新衫。来来回回要好几次丈量，然后龙的地方要绣在哪个位置，那个都要重复的来这边丈量，才能下一个下笔。很雄伟，我的老塞他真的是20几年的经验了，帮我们去设计这个衣服，你看你挂上去就非常雄伟，蛮端庄这样子。负责做神明衫的业者是家己在地已经有80年历史的老店。业者讲，这领神明衫比一般的大100倍，考虑到重量的问题，若穿久会甲衫有力气，所以规领神明衫拢是用同一块布，无用夹的。顶悬的5尾金龙，因为采用传统的浮雕绣，有路的工法一针一线拢是功夫，前后开半年的时间才完成。这一件衣服就是15尺，大概将近450公分至500公分左右，所以它的领围、它的前长、它的下围，都是很大，非常大。那这一件衣服也耗时大概半年，还有大概用了20几个师傅下去做。庙方讲，这回是3尊开基神尊拢换新衫，看到全新的神明衫穿伫神尊的身上，气势十足的模样。业者讲，总算是完成这个超级任务，已经失眠半年的伊会当安心困啊。记者林伟婷、柯家柱、柯朝阳家己参报道。真着有台语团体办活动，用台语导览去帮忙老家，也互大家亲手来做讲员，认捌在地文化。这菜就是咱食的好名。所以食大的人来愈来愈多了，就变做啥？为什么叫做新店？其实就是啥？新的特产。老师向大家解说是安怎这个地名号做新店，佮透过生动活泼的方式，让大家伫过程中趣味学历史。新店母语囡仔区举办台语体验活动，除了带大家来到北门老街，熟悉在地文化，让大家体验亲手做讲员。今日学到真侪特产的历史故事，听甲真趣味安尼。这活动足趣味，就当较熟悉新店，因为我嘛是对南部起来嘛，唔知影新店较早的文化是啥物。主办单位指出，社团内的囡仔大部分拢是伫新店出世大汉的，希望透过体验活动，让大家更加认捌家己的家乡。囡仔拢是伫新店大汉。想要互因知影新店的故事，囡仔搁较细汉，为食的开始，我感觉上适合。为什么新店的贡丸伫台湾遮尔好食，遮尔出名，而且就是当迄北门街遮，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足有历史意义的所在。夜凤梨茶，夜茶古菜。主办单位希望透过台湾的台语体验活动，让语言行入日常生活，也让大家伫居乐中自然开嘴讲台语，认捌台语的智慧甲奥妙。记者杜君豪新店报道。讲到《人间失格》这本日本经典是塔西奥萨姆最后的作品，今麦咱台湾也出版头一本《人间失格》大文版，咱做伙来读看卖。太宰治是日本的文豪，伊伫1909年出世，一生浪荡充满传奇。自20岁开始，捌行地路5摆，伊研究和真侪女性有复杂的关系，最后甚至在38岁就自杀。伫人生谢幕以前，太宰治最后的文学作品就是《人间失格》，互看作是半自传，是国际有名的经典文学，也有翻译侪语言版本。即马咱台湾嘛出版头一本的台语文翻译。这条路遮尔的孤单。可能心内希望别人甲你疼惜，毋过有人要甲你疼惜的时阵，你个毋知是无愿意去相信，还是毋敢去信道，想讲家己敢有即个价值。我感觉讲，这可能是看一个小说吼，互我敢若是法度，毋免家己去做伊做过的代志，毋过我有法度去体会这种人性。
翻译者高明如表示，真干失格伫日本的意思，就是失去做人的资格。虽然主角真费累，嘛体笑家己的人生是见笑台，不过对人生的黑暗甲畏缩有真深的贴合思考。这几年，台湾出版真侪经典文学的台文翻译，包括杜百林人、独立宣言和先知等等，甲今年出版的人间失格，其实也是台文作家郑顺聪甲侪有志合作台语文翻译协会1.0拍拼的成果。所以咱台语初期因为咱还未建立 SOP， 学语嘛无教，嘛无专门的这种翻译的这个公司也是这个行业，其实拢还未出来，大家拢是兼咧做，就是业余的，毋是专业的，所以伊会当家伊的生活的经验、伊的人生、伊所做的行业的，这个坑伊这个翻译。郑顺聪表示，台文翻译起步虽然较晚，不过这个阶段有来自各行各业的翻译者，嘛呈现出真多元的翻译出路。伊嘛讲，2.0台文翻译计划是正在进行当中，希望毋但台文翻译愈来愈熟手，有功夫通传承，也通培养愈侪台文读者。记者卢尚如、郑准佑台北报道。来看2026世界室内9大赛锦标赛，这女子540公斤，加男子640公斤，拢是咱台湾的主场，咱拢摕到金牌。气势十足，一开赛，咱女子代表队表现求胜的气势，一粒就甲苏瓦队乌克兰队遐救过来。本届世界室内9大赛锦标赛15最后一天的比赛，各界关心的女子540公斤级的比赛。代表队搁再展现精实的训练成效。他们想要表现得更好，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看，所以相对压力比较大。那我也鼓励他们，只要把练习的状况做出来。好不容易可以在台湾举办，然后能邀请到那么多亲戚朋友，我觉得就是可以听到旁边很熟悉的加油声，让我们动力很大。尤其这届比赛在台湾举行，选手坦白讲，对亲戚朋友甲同胞期望会更加有严肃的压力。那女子代表队有好的表现，台湾的男子9大赛代表队实力也真杰出。第10是摕下男子600公斤级，也有680公斤级两面的金牌，15个640公斤级，相反气势真猛真顺，搁再摕下一面的金牌。因为我们台湾从来没有在第3、第4量级有拿过金牌，台湾应该有史以来，昨天的680是第一面金牌，而今天640也会是有史以来的第一面金牌。团结跟气势发挥的台湾运动员精神，让我们真的是很感动，也很敬佩。拔河这个运动是非常值得去全面推广。这摆来台湾参赛国际队伍真多，咱代表队也无妨失望，摕下好成绩。有咱女子代表队是以金马女中，也有台湾师大学生甲校友为主体，两校关心的老师甲学生也跳工组成啦啦队，到现场来加油，也鼓励着选手的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香港新世代美王嘉应高升自从3岁出道就称王，维持21年连胜的新纪录。香港新的美王高应嘉升，伫咧3岁拄出来比赛时阵就称起来，伫咧一场比赛当中，以3个半马身的距离领先，用1分19秒36的速度，甲1400公尺场地纪录突破，小连续摕到18摆胜利，佮超过进前的美王精英大师，创造香港跑马场21档来上新的纪录。去年规档的赛马季摕到迄季。最佳底道马、最佳4岁马，也有香港马王3个冠军。He's got a great action. He carries himself very well. He's a very well-balanced horse. He does all the little things right to give himself the best chance to be as good as he can be. And you know, I appreciate him making that effort, and he certainly makes my job easier. And yeah, it's if I'd used a couple of words, it'd be cute, cuddly teddy bear and very fast. 高应嘉升去年10月头一摆伫咧国际比赛挑战700万的澳洲金，全球的奖金是上悬的。伫咧雪梨举办的珠穆朗玛峰锦标赛，又佮甲澳洲马高占比赛局面突破，变作是头一只摕到冠军的外国马。伊的主人牛世光是广东出世的，伊所饲的马大部分拢是伊的故乡加用好名的，像讲嘉应感恩、嘉应勇士。嘉应高升的高升2字，是望伊故乡的商业有真好的发展。賽馬咧，呢個運動咧，一個好刺激，係嘛？好多香港人都好中意嘅。咁啊，佢啊帶嚟我哋有快，即係嗰個速度嘅感覺，係嘛？速度嘅感覺啦，有
有個激情啊，大家去哇高升啊，亦都去高升啊，咁啊，大家即係有個共同嘅有個共鳴嘅感覺咯。公司新聞王慧文編譯。英國有一隻敢若70公分高的這鴨仔馬受到不當照顧，好佳在互動保單位救回一命。這隻馬仔我見鏡頭看起來真好看，伊叫做皮克，今年1歲，敢若71公分高，甲大隻的狗仔體型差不多。伊原底就屬於較細粒子的色地藍 A 種馬，毋過飼養員推測伊可能閣有鴨仔種，互伊看起來閣較細隻。毋過伊即馬健康快樂的生活，其實是真無簡單的。去年英國有真儕動物福利的機關聯手出動，救一批原地主人照顧無好的馬，皮克就是其中一隻。皮克被發現的時，伊得到真儕病，佮感染3門細菌，毋若喘氣有困難，也徛袂在。Relentless. It's hard to keep on top of what's coming into us. The vet said he was the pony that she's had test positive for salmonella the most times that she's ever seen, which was a bit of a touch and go situation. So yeah, the fact that he's actually made it is amazing. 風救出了後，皮克已經漸漸好關轉，目前風安搭佇咱開下的一間牧場內底。飼養員觀察，伊毋若對萬項攏真好閒，而且個性真活潑，已經佇牧場交到其他的馬仔朋友。鏡頭來到中亞的建尼結束，當地遊牧民族經過真儕年的培育，成功飼出白毛的鱺牛，看起來和雪地融合做伙。這鱺牛是因的經濟來源，當某甲牛奶攏會當利用，佫有重要的歷史意義。也若即馬當地遊牧民族希望甲白鱺牛正式註冊做建尼結束的品種，毋若對因佇市場的推廣佫較有幫助，也互傳統文化加入新的元素。公司新聞由派準編譯。伫咧澳洲布里斯本的安寧機構，普遍攏會引進安大犬，陪伴咱行人生的最後一段路。伫安寧病房做志工的黃金拿狗拍皮，今日過來比出任務咯。She gets excited because she knows exactly where she is, and she's wearing her uniform, so she knows she's got a job to perform. 頷棍頂面拿是圍巾，就是拍皮的制服。今日來到這個94歲老阿公的房間來陪伊解爽。Aren't you something? Had a good life, so I don't think I'll go home again. But well, what do you expect from 94? There's a lot of sadness here, but the role of Poppy and I is to alleviate that sadness and just to bring joy and comfort. Some people have asked if she can hop on the bed, which I have done occasionally, but being a 38-kilo dog, it's not probably the best. 富裕到伫澳洲的昆士蘭首府布里斯本的安寧醫療是真普遍，伫機構內底真濟住戶攏面臨家己性命真崩，親像拍皮這款有靈性、情緒穩定，又個真親人的富裕狗，會使互這住民感受到幸福甲歡喜，就算時間真短，也受價值的。拍皮時陣是7歲，過去4年攏做這個富裕狗的工作，伊真清楚家己角色，也做個真好，而且拍皮甲安寧機構內底這所有員工也攏誠做好朋友。Families know and patients know when Poppy's coming in, and they actually check to make sure what day she's in. And when they see her come in the room, you just hear the sounds of Poppy's here, and it's just beautiful. 就算袂晓開始講話，楊過拍皮規身軀真軟的門，加上受人喜愛這個個性，伊所帶有這個等待生命最後階段，做好因的歡樂甲安慰，可能比人類也佫較濟，也更加單純。國際新聞，鄭婉瓊編譯。下晡晡天氣來看詳細溫度，北部地區13度至25度，中部地區11度至25度，南部地區16度至26度。東部地區16度至24度。感謝你收看今日早起新聞，我是陳志安，咱明仔載同一時間再會。